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小紅食同玩嘅津津有味。今日係年初二，恭喜發財。咁我哋就追隨屋企嘅慣例，每年春節期間，我哋都會去廟宇上香，希望來臨嘅一年樣樣順境。雖然我哋唔係虔誠嘅佛教徒，以前父母都係每年開年都會走去佛廟上香。舊年我回香港拜黃大仙，都有放上網上介紹，有興趣嘅可以翻睇一下。初二去開年呢，就為屋企祈下福啦，等個個都身體健康，事事如意。定居澳洲之後，我哋每年都會嚟呢個位於布里斯本北邊嘅青松觀上香祈福嘅。青松觀呢係昆士蘭省最大嘅廟宇，亦都係香港青松觀嘅分支。佢係一間道教嘅廟宇，道教其實都差唔多係中國嘅國教。佢係中華傳統文化中嘅三教：儒家、釋家、道家。青松觀佔地相當之大，而佢嘅紅牆金瓦頂嘅設計亦都非常之莊嚴。佢除咗有道教嘅三祖師之外，仲有天后啦、觀音啦、關帝啦、女祖啦、黃大仙等等嘅神靈俾你去參拜。嚟呢度除咗參拜祈福之外，其實亦都係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一個好地方。我哋帶我哋啲下一代嚟呢度參觀一下，了解一下我哋中國傳統嘅幾千年歷史文化嘅進程，令佢哋更加了解我哋中國傳統嘅文化。道教係中國本土嘅宗教，盛行於東漢末年，大約係公元2世紀。道教係一個崇拜多位神仙嘅多神教，主要嘅宗旨係濟世救人嘅目標。後期奉老子為太上老君，以道德經為教義，逐漸演變成為現代人所熟悉嘅道教，結合咗民間信仰及道家學說等雙重宗教。青松觀係香港道教慈善團體，取其名松柏長青，老當益壯嘅意思。創立於1950年，由廣州傳至香港，現設觀於香港屯門，及先後在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等地建立海外分館，設立安老院及香港道教學院，培養道教人才，亦提供安老服務。1995年，青松觀於澳洲布里斯本設立道觀，建築外觀嶺南建築外形，觀內建築融合傳統道教風格，供奉多位神子，配以精美木雕神台及古雅裝飾品。觀外亦都風景秀麗，有中式嘅園林及亭台樓閣，令人心境平和。我哋拜完神之後，就開車返去，途經布里斯本，就喺附近食咗碗湯麵。咁我哋就揸車返去黃金海岸啦，準備今晚喺賭場嘅亞洲餐廳食開年飯啦。黃金海岸嘅賭場而家叫做 The Star， 即係舊時嘅木星賭場，同布里斯本嘅賭場同一集團，係澳洲比較歷史最久嘅賭場之一。響1985年左右開幕，曾經非常之熱鬧，有不夜城之稱。咁我哋就行到過嚟，我哋今日要嚟食飯嘅地方啦。Uncle Sue 蘇公館亞洲餐廳。自從以前嘅中餐廳彩蝶軒冇做之後，賭場收返嚟自己管理。由於口碑唔係太好，所以我亦都冇嚟過食飯。
今日聽講有舞獅，所以我哋就過嚟食下開年飯啦。我個人好鍾意睇舞獅，咁我哋就欣賞一下。表演非常精彩。睇完舞獅之後，我哋就入去正式食嘢啦。自從以前嘅彩蝶軒閂門之後，我都係第一次入嚟呢間蘇公館，所以我都參觀一下一間餐廳，同以前改變有咩分別啦。佢哋有個都好大嘅海鮮缸，同埋好多海鮮喺度。餐廳嘅裝修都算係恰到好處啦，有種務實嘅感覺。我相信酒店方面意圖打造佢成一間隨和性啲嘅餐廳，再不走高級路線。呢間餐廳亦都算係黃金海岸比較有名嘅亞洲餐館，因為佢位於賭場入邊。但由於佢而家已經唔係淨係做中國餐嘅餐館，佢融匯咗東南亞其他國家嘅美食，所以佢只能稱為亞洲餐館啦。咁我哋就睇下咩好食，我哋就叫咗瑤柱蛋白炒飯啦、辣炒年糕啦，同埋一個乾燒蝦球，份量好細，得6隻蝦，仲有個牛脷發財大利，中國農曆年二頭菜，有冬菇啊，有生菜啊，味道上算可以。另外一碟就係切到細細粒嘅椒鹽排骨，睇落好似頭盤小食，同埋一個瑤柱芥菜蛋。呢度俾我嘅印象就係出品一般，份量太少。食飽之後，我哋就喺附近行一行，幫助消化一下。呢幾年嘅賭場附近都改變咗好多，起多咗幾座大廈。由於現時賭場有香港新世界集團嘅股份，所以新世界集團就以佢個老本行咁樣起樓嚟賣樓，可能佢哋諗賣樓好過開賭場啦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就喺呢度食飽飯返屋企啦，
多謝收睇，拜拜。